今天 MV 公式的一日男友为大家介绍邦哥，噔噔噔，你唔好演戏，走来做我的朋友啦！很少迄当阵还未加入，未加入啦。岁月，今嘛是邦哥啊啦，不是小瑶瑶啊啦。哦，接到困，安尼哦。我天，我就问，抱歉，我就问。找来金曲歌王黄文欣对唱，不止戏剧上合作，还一同拍摄 MV 4部曲。但两人向来都是剧组开心果，却要出演不被祝福的悲剧情侣档。赖慧如坦言，真的怕笑场。但我讶异的是，就是要拍一些比较情绪比较丰富的情感的方面的戏的时候，我其实被他吓到了，因为他是上一秒还在跟我讲笑话。下一秒马上看着我，然后5、4、3、2开始的时候，眼睛已经泛泪，然后被他吓到。我一开始是有点岔到，他说：“哇，这么快哦！”然后就赶快又被他带入情绪，你知道吗？